选调，求就互你，吹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，因为囡仔求会得着，吹拄着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我要对上帝出声叫伊，我对上帝出声，伊要按耳孔听我。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And bright as lights, Jesus, your hand guides me. And you看着阮，也过茫茫阿弥路。主耶稣，你的手牵着阮，全能慈悲的阿爸，你的上帝，愿感谢你。Leads me to walk the road. 虽然目前已经进入新的一年，2020年，总是看到美国疫情也不是无结束的款式。但南加州咱亲像是经历着一场第3次世界大战，互人真担心，因着病毒疫情继续的扩散。病院的资源也已经到了这个临界点，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差不多是要拍落去了。有真侪病院已经要发出呼吁，叫这个重症的患者唔通再送入去病院咯，因为目前还阁无这个什么物件。这个特效药来通来医治，那甚至太平间跟身体的病况也差不多已经是爆发。无进来主啊，当这个病毒也无法度来控制以前，而且新的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，又开始来传染到美国本土。虽然疫情已经是研发出来，疫苗已经研发出来。就是要普及的这个注射，也不是爱等一段时间。你这段这个空窗期，朋友出力来帮助我，保守着我，因为我人类实在是有够个能者。美国受到这个病毒的攻击，我已经感觉是够严，我真通惊。那个英国出现的这个新变种的病毒。更较实在可怕，伊伫这传染的速度非常的惊人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洁净，来保护着阮，互新的一年，互阮会通看到新的这个光明，有新的希望。但新的一年，2012年，阮要来变成阮的希望，阮主你用对主的名当的免流。伫新的一年的路径，拢得到这个优惠。但今仔日，我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礼拜来敬拜我努力，讲叫主你来领阮。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的乡亲、兄弟姊妹，做用着新的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有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我每一个兄弟会通将这上帝赐福的管道，但是咧目前，迄样病毒的疫情
也佫非常的严重。伫即个过年过节的中间，也佫增加真侪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。求求主你继续保护阮的身躯，互阮会当专心来挖过做你的保护，继续做好个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。但现在恳求主你，先来请去落卜的水，先起来感受阮的每一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有得到稳定的一个主日，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妹，手牵着阮，行过茫茫暗迷路。黑暗离开，更免来到。主耶稣，你的手牵着阮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士师记第1章第1到第4节。第1节，约书亚死了后，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讲：是谁着做头就去甲阮攻击迦南人，甲因交战啊？耶和华讲：犹大着就去。看，我已经将迄个地交伫伊的手。犹大对伊的兄西面讲：请你甲我上去，甲我所揽着的地，甲迦南人交战，我也要甲你去，到你所揽着的地，西面就甲伊去。犹大就上去。耶和华将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交伫因的手。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第8章35到39节。35节，之所以要继承咱伫基督的听，或是患难，或是困苦，或是困着。或是邀饿，或是创测，或是危险，或是来遭啊！亲像所记载讲，阮为着你的缘故，终日受死，看做亲像要柴的油。反正伫遮的拢总的事，咱对请咱的德性到有存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、是活、是天使、是掌权的、是现今的、是将来的、有关联的、是悬、是深，也是别个受造的美，拢袂会隔断咱伫上帝的听，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听。这是上帝的话，读这本册，甲听遐个预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咱这条要来吟学落的歌就是耶稣赏赐真歌。耶稣赏赐互咱一首新歌，耶稣赏赐互咱一首新歌，一番喜乐世间无人会通提起，耶稣赏赐新歌。我心里，耶稣甲是咱着好无斗阵，耶稣甲是咱着好无斗阵，无共种族。
听你合，伊耶稣甲是咱着好无道理，耶稣甲是咱着亲像一家人。耶稣甲是咱着亲像一家人，咱着爱彼此相听，天主来比耶稣甲是咱着那一家人。耶稣予我比上全做跳舞，耶稣予我比上全做跳舞。伊来小路相思目屎，青春已落，耶稣予我比爱全做跳舞。耶稣上次予咱一首诗歌，耶稣上次予咱一首诗歌。一款喜乐世间无人会通推，伊耶稣上次诗歌，伫我心里，伫我心里。耶稣上次予咱一首诗歌，耶稣上次予咱一首诗歌。一款喜乐世间无人会通提起，耶稣上次诗歌。伫我心里，耶稣甲是咱着好无道理，耶稣甲是咱着好无道理。无共种族，无共面孔，听你合，伊耶稣甲是咱着。是咱着亲像一家人，耶稣甲是咱着亲像一家人，咱着爱彼此相听，天主来比耶稣甲是咱着那一家人。耶稣予我比上全做跳舞，耶稣予我比上全做跳舞。伊来小路相思目屎，青春已落，耶稣予我比爱全做跳舞。耶稣上次予咱一首诗歌，耶稣上次予咱一首诗歌。一款喜乐世间无人会通推，伊耶稣上次诗歌，伫我心里，伫我心里。耶稣上次予咱一首诗歌，耶稣上次予咱一首诗歌。一款喜乐世间无人会通提起，耶稣上次诗歌。伫我心里，耶稣甲是咱着好无道理，耶稣甲是咱着好。
予我悲伤转做跳舞，耶稣予我悲伤转做跳舞。未来小路相信目屎，青春去，路耶稣予我平安，转做跳舞。耶稣救主予咱一生习惯，耶稣救主予咱一生习惯。愿彼路世间无人会通过，耶稣救主习惯，在我心里，在我心里。亲爱的乡亲、时代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愿上帝伫这个新的一年，大大的祝福互恁大家。感谢上帝保守，咱平安经过一年，咱要用欢喜的心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。但虽然这个病毒减少了今年过年的这个气氛，总是伫2020年12月31日的半暝，又完了真侪人组织做伙，倒头伫计算时间，真快乐来开这个香槟放烟火，迎接这个2022年的这个来到。甲往年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伫这个纽约时代广场这个水晶球，倒头计算时间的是慢慢落落来的时阵，现场只有2-3只猫仔定，无啥物人伫遐，因为大多数人拢聚集伫家己的厝内，伫遐哩迎接这个2021年。过去的一年，这个疫情，互全世界大乱，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，踢掉了、车变了人类的这个生活，基督徒需要意识到，这个世界拄伫改变中。教会传统的这个聚会模式，也渐渐都要更新改变。咱来着思考，教会要如何运用甲过去大无共款的新的方式，来吸引人来认捌福音，这就是咱新的一个挑战。伫2020年，有真侪名人，也是咱所熟悉的人来离开世间。是免讲，伫耶和华的眼中，看圣百姓的死是极其宝贝的。上帝，咱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。上帝珍惜每一位基督徒的这个生命，绝对袂互咱随便来死去。咱若知影上帝要如何看待这个圣百姓的死，会当帮助咱去超越失落因的这个悲伤，就咱信心甲勇气，也互咱有极大的这个安慰。咱确信，伫这个患难中，上帝一定要保护着咱的。有一位这个圣经节安尼讲吼，这个奇人被收倒转去，是免了伊将来这个祸患。什么款的祸患呢？是传染病、毒病呢，还是遇到黑暗的动乱呢？咱毋知影。所以咱所知的，就是无一个人比上帝所安排会当加活一天，还是减活一天，比这较济。伫上帝旨意内面，每一个人的活命拢是够命长的。每一个人离开世间，也拢总有上帝有伊的计划伫内面。那么伫这个大英博物馆内面，有保存一粒古早这个罗马的这个铜钱啊，这个铜钱顶面有刻罗马的这个门神叫做 Janus 的这个像。这个像有两个面，一个面是后面伫看，
迄个昨昏，另外一个面是头前看明仔载。所以英文的这个1月份 January 就是对这个 Janus 演变出来这个字。1月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好，咱对过去一年做一个反省，看咱有行对路无，搁再向前来看，看咱要行的道路是不是有正确无？咱平常时拢是真无用的。每一天的节目拢是排到满，那亲像等袂停的这个干路，无休困、无反省的机会，所以这个新正年头，咱通做淡薄仔会休困，做淡薄仔安静，咱做淡薄仔这个思想一下，恳求天父上帝指示咱应该就行这个方向。所以今仔日，咱要做来。仰望新的一年，恳求上帝赏赐咱的新的快乐、新的愿望、新的这个期待，赏赐咱有够个稳定来奔跑2021年的这个道路。摩西伫这个申命记教示这个百姓，讲无论这个祸福，拢着爱有感恩的心来纪念上帝的作为。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。等于伫旷野流浪的时，有40年之久，因拢无枵无过，因的衫裤嘛无穿破过，因的骹嘛无行甲正过，也捌遇到这个迦南地，这个老年甲蜜的应允之地，伫咧听候因。当咱回想过去一年的时阵，虽然有时阵咱亲像是经过这个死荫的山谷，忧伤流目屎。甚至有失去亲人的这个痛苦，总是呢，上帝的安慰，甲上帝的扶持，互咱无拄着无法度去担当的这个代志，平安的经过一年，上帝实在是恩待着咱啊！咱减袂通无有感恩的心嘛？我相信，伫这个新的一年，上帝有缘要赏赐教育稳定互咱。因此，咱得到更较丰盛的这个活命，就亲像伊应允以色列百姓一块这个老年甲蜜的土地来徛起一样。总是伫这个丰盛的产业，需要采取行动去征战，才会通得到的。今仔日我要用这个士师记第1章第1节到第4节这段圣经节，要来鼓励大家，伫这个新的一年，用着3个策略。来征战，我保证咱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会赢的。那么头一个策略是啥？第一个策略就是爱求问上帝。士师记第1章第1节，伊讲约书亚死了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讲：阮中间之罪着大声上去攻击迦南人，甲因征战啊！当时以色列各支派拢已经分配到这个土地，准备要起出来徛起，开始因的这个新的生活。总是伫迄所在带真侪这外邦人，因必须要甲因的交战，将因赶出去，因才会当安居乐业。所以这个百姓就进入上帝应允的土地以后，爱做的头一件代志就是征战。就是因的百姓因的这个领袖。约书亚已经死了，约书亚也无交代什么人来接伊的位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求问上帝，这是得胜头一个策略，就是爱求问上帝。伫过去一年，咱若去顾着比较较重要的代志，咱拢会当习惯去请教这个专家，也是阮上网。去找这个资料，总是呢，有真侪这专家嘛无法度来正确对你讲，应该做什么款的决定。也有真侪人做到这个错误的决定，有的人破病，这个无必要开刀，所以引起其他的这病症来。有的人做出了错误的这投资，金钱拢收袂倒转来，然后像人讲你用钱咧批水批，一去无回头。
啊，种用肉包咧牵狗啊，一去也无回头。圣经甲咱讲，恁有话讲，今仔日、明仔载，咱要往某一个城去，伫遐住一年，最尾要得到利益。其实吼，明仔载要如何，恁还佫毋知影。恁只有通讲，主若愿意，咱就通活的，会通做这项代志，迄是做迄项代志。1902年，英国所有报纸拢刊登一个大的消息，讲要伫某日要来举行这个爱德华王子这个加冕的典礼。有一个牧师吼，对这个消息有意见，伊讲吼，王先若宣布这个消息的时，如果后面啊加一讲主啦应允的时，会更较好势。这就无想到吼，加冕典礼迄日，爱德华王子忽然间得到这个无肠炎，典礼只有来延期。迄个时阵，英国是全世界上有势力的一个国家。爱德华王子的加冕的典礼是国家的大代志，全英国真早就开始伫备办，全世界嘛伫注意这件代志，却为着小小的无肠炎，都要延期。所以未来是一个未知数，只有上帝知影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所以上介好的办法，就是伫新的一年，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。无论大细项代志，爱先求问上帝。无一项代志，小到上帝无时间来插你，也无一件大代志，大到上帝开力无法度来解决。啊，就像你讲哦，讲上帝敢毋当会当创出一粒，连你家己也举袂起来石头嘛，无可能的代志。那么第二个策略就是尊主最大。犹太人甲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真相亲像，拢是真注重这个大囝的名分。我相信因求问上帝以后，一定是咧期待着上帝回答讲，刘备是大囝，应该先上战场嘛。毋过上帝却安尼回答讲，犹大就大声起来，看。我已经将迄个土地交伫伊的手，伫以色列人还未出去征战以前，上帝讲已经得胜了。迄个所在是恁的，就是犹太需要做头一个出去征战的人，才有得胜这个把握。刘备虽讲是一个大囝，就是伊甲以扫同款，是体贴肉体，伊拍拉三老爸面前。所以失去了大囝的名分，所以刘备代表着传统。伫以色列百姓要开始新生活以前，上帝爱因先放落这个旧传统、旧的约束，所以上帝命令犹大要先上去。如果你若是上这里读这个旧约的时阵，你会发觉到，伫真侪场合中间，上帝拢是命令以色列12个支派排行第4个这个犹大支派做开路的先锋，所以无论伫献祭时阵，也是以色列军队起行安营的时阵，也是伫这个迦南地伫分配产业的时，拢是犹大支派最头一个带头的。伫这个信仰部分，第一个背起这个十字架，行上各国他。这个主耶稣基督也是犹大支派号的。犹大支派最先锋有真深的意义。头一个意义就是伫旧约中是有先有言，犹大支派的号的主耶稣基督伫上帝救赎的计划中，要做头一个牺牲的羊羔，以及头一个初世的果子要献予上帝。第二项。犹大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恶乐，上帝爱咱将恶乐当作咱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代志。圣经中有真侪所在讲到，伫困境的中间，恶乐带出这个突破甲胜利。亲像伫这个犹大王约沙法面对敌的攻击，
伊差派唱歌的祭司伫军队的头前，俄罗上帝讲：着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本是善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就得到胜利。但当这个保罗甲西拉被关伫菲律宾的监狱内面，这着俄罗上帝，伊的手铐、骹铐拢带回去，也得到逃亡。但全世界有几来称奖的无共款的这个语言，独独唯一一个共款的语言就是哈利路亚。你无论用什么几来言语，拢是讲发声是拢是哈利路亚。甚至将来伫天堂，咱就会当听到哈利路亚这个欢呼的声音。但哈利路亚意思就是俄罗上帝。有真侪人还在面临的困境，哪就是互对着来微调咧，往往就行袂出来。所以，新的一年，咱要得胜的第二个策略，就是尊主最大。无论伫顺境，无论伫逆境的时，拢着爱开出俄罗上帝。刚才有人讲吼，哎呦，我也不晓唱歌，啊是要安那来俄罗呢？兄弟姊妹，唱歌就是俄罗的一部分尔尔。俄罗应该是这种的态度，包括着上帝献上俄罗的祭、拍手，还是跳舞，还是默想上帝的作为，去做见证。伫基督中的俄罗上帝以及活出世界的生活等等，这是属于这个俄罗的。他最后，这个士师记第1章第3节，伊讲吼，讲犹大对个兄哥西面讲，请你教我到念口所得到的地去，通含我甲迦南人征战。以后我嘛要甲你去到你念口的所在去，所以西面甲伊做伙去。所以这节圣经在甲咱提醒吼，这个谈判的重要性。所以呢，第三个策略就是要找一个谈判，做会通读圣经，做伙祈祷。一个人伫读圣经的时，真容易拄久啦。一个人伫祈祷的时，往往祈祷无几句话就无话通讲啊。所以说，两个人通互相提醒，互相扶持。比如讲夫妇，就两个人通做伙，每一天读圣经来祈祷。独身的朋友，也是讲另外一半，还阁无信主，通找这个共性的这个朋友，每一天通一个电话，甲伊问讲，今仔日你有读圣经啊无？有啥物代志需要我来替你祈祷的无？所以伫这个传道书所罗门王讲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，因为两个人落落，同得到美好的效果。若是跋倒，这个人通扶持，迄个谈判人爬起来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伫这个新的一年，咱真可能来为着咱的健康来征战，兼且为着咱的工作来征战，也是为着咱还未信主的亲人朋友来征战。但我要鼓励咱大家，来养成这三个好的习惯，就是得胜的三个策略。无论大项细项代志，咱拢着爱大声求问上帝，并且尊主最大。无论顺境逆境，拢着爱开喙来阿罗上帝，搁找一个谈判，做来读圣经做祈祷。虽然目前病毒还阁大流行，也引起前所未有的这个重大危机，咱的经济也受到真重的这个挫折，咱的日常生活也陷入这个混乱中，甚至社会动乱不安。所以圣经甲咱鼓励，讲之罪会当互咱甲基督的疼隔断啦，讲讲是患难嘛，还是困苦嘛，还是逼迫嘛，还是妖恶嘛，还是赤身裸体嘛，还是危险嘛，还是刀剑嘛，然后靠着听咱的主，伫这个一切代志顶面，已经是得胜有存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、是生、是天使、是总管的、是有能力的、是现代的代志，还是将来的代志，是悬的所在、是低的所在，
是别种的受造物，拢总袂通叫咱甲上帝的疼相隔断。这个疼是伫主耶稣基督耶稣内面互咱的。阿门。他这条要来吟回应的诗歌《天堂乐园》，但是这个2012年新年头的第2个礼拜日，我要用这首诗歌《天堂乐园》，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新年的快乐。愿上帝平安甲恁同在。到目前虽讲这个面临着这个病毒的挑战，大家真无平安。所以如果呢，咱有主要所基督的同在，天堂就要伫咱的这个心中，咱就毋免惊吓。阿免。盼望伫远的南洋岛，伫遐吹着清凉的风，一光真灿烂。天堂乐园伫我心，有耶稣的同在。天堂乐园就伫我心，乐园伫我心。Paradise, Paradise, 天堂乐园伫我心。天堂乐园伫叨位？听讲伫远的南洋岛。遐吹着清凉的风，一光真灿烂。天堂乐园伫我心，因有耶稣的同在。天堂乐园就伫我心，乐园伫我心。天堂
大位，听讲伫远的南洋岛，遐吹着清凉的风，日光真灿烂。天东东，伫我心因有耶稣的同在，天都无痕就伫我心，永恒伫我心。天东东，伫大位，穿过伫远的南洋岛，伊遐吹着清凉的风，日光真灿烂。天东东，伫我心，有耶稣的同在，天都拢就伫我心，永恒伫我心。Paradise, paradise, en todo mundo igual. 大位，听讲伫远的南洋岛，遐吹着清凉的风，日光真灿烂。天东东，伫我心因有耶稣的同在，天都无痕就伫我心，永恒伫我心。这条听咱同心后头三角的祈祷，主比听堂的阿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士师记第1章第10到第4节，以及罗马人书第8章35节到39节内面，我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犹大着大先上去。今日个，我要想念，我要思考，我哋教会要如何来运用，甲过去大无共款的新方式，来吸引人来认捌福音，这是阮新的一个挑战。对待以后新的一年内面，阮真可能爱面对着为着阮家己的健康来征战。也才为着阮的工作来征战，也为着阮还未信主的亲人朋友来征战。所以，望咱大家爱来先养成这3个好的习惯，
就是得胜的三个策略。无论大细项的代志，拢都要大声求问上帝，并且尊主最大。无论伫逆境、伫顺境，拢都要开嘴来学论提拔上帝。而且咱嘛爱找一个熟练的同伴，通做来读圣经，做来祈祷，彼此来勉励。咱亲爱的阿爸比上帝，一条愿犹原要继续为着美国、台湾，以及全世界来祈祷。为着提拔上帝帮助阮所徛起的美国甲台湾，有这个肺炎病毒因着这个疫苗的这个帮助，会当早一日回归这个平静甲健康的这个生活。台湾同心的祈祷，用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他这条老牧师要甲你祝祷，俺家人甲你祝福哦。愿提拔上帝最爱甲怜悯，最后所基督的恩典，圣是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记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，这个风景是大，但今日这个网络的礼拜，伫这个所在就要过一段路。但期待伫后日，搁一摆伫空中来三角见面，愿天父上帝平安来甲恁三角地点。祝恁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再会。